我係黃錦良校長，亦都係第8屆嘅立法會議員，係屬於喺選委會界別嘅。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，過去一直喺教育界深耕，已經係1/4世紀。現時咧亦都係教聯會主席，係致力喺度推動愛國主義教育。所以過去其實係有好豐富嘅喺教育界嘅經驗啦，亦都有參政議政同埋建言獻策嘅一啲嘅見解。希望能夠喺今屆立法會呢，能夠喺議會中呢，能夠係推動更好嘅良政善治。咁你本身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啦，到呢教聯會主席，以至嘅立法會議員呢一個嘅身份啦，咁其實咧，你會點樣利用好呢3重嘅身份咧，去做好你嘅工作咧？就係話自己嘅本職係教育，而教聯會咧就係服務緊教師，所以喺前線咧係可以能夠知道我哋老師嘅需要。咁呢個對於我喺議會入面咧去提一啲嘅議案啊，或者係去對政府嘅施政咧去進行一啲嘅監督啊，其實我相信絕對係有幫助嘅。喺全國人大嘅身份咧，係令到我更加企高啲，了解國家嘅政策。我覺得科教領航創未來咧，正其實就係香港科技同埋教育再出發嘅一個重要嘅點啊！香港點樣能夠去配合國家嘅發展呢？係一定我哋要去思考嘅。國家未來就係要教育強國、科技強國。香港未來點樣能夠參與其中？呢個其實係香港再出發嘅一個好重要嘅契機。